為配合政府大亞灣應變計劃，醫院管理局嘅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會同政府唔同嘅部門保持緊密聯絡。而喺屯門醫院同埋東區醫院亦都設立咗固定嘅輻射治療中心去處理有關嘅傷者。而其他醫院嘅急症室亦都會喺2個小時裏面喺指定嘅地方設立輻射應急區。喺屯門醫院急症室。當我哋由醫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或者由消防處收到信息之後，我哋會立即啟動 REA 輻射應急區。SMO 得張金源 Jenny， 並且咧就係呢個即刻成立我哋呢個輻射處理小組。咁個小組入邊嘅成員咧就包括我哋曾經受過 REA 訓練嘅醫生啊、護士啊，同埋我哋嘅物理學家。而我哋嘅醫護人員咧都係可以喺呢段時間之內咧即刻着起嘅保護裝備，帶備所需要嘅儀器，嚟到準備接收病人嘅。護士同埋物理學家會使用一啲探測輻射嘅儀器，決定病人係咪受到輻射嘅污染嘅。讀數200啊！醫護人員亦都會替病人進行抽血檢查、攞眼耳口鼻嘅試抹檢查，以及替病人留小便啦、大便啦同埋痰，以檢測病人係咪真係體內受到輻射污染。點樣發生啊？好啊，你做啲身體檢查喎。好。醫護人員亦都會查詢病人受傷或者受到輻射污染嘅經過、症狀嘅嚴重程度同埋突發性，都可以評估病人受輻射污染嘅程度㗎。雖然醫院急症部要處理輻射污染物質嘅機會唔係好大，但係如果真係要處理嘅時候，我哋一定要遵守3個原則。第一，我哋係會聽從翻我哋嘅物理學家嘅專業意見啦。第二咧，我哋都要確保公眾同埋我哋員工嘅安全。我哋都會安排有經驗同埋受過訓練嘅同事去處理呢啲輻射嘅物質。當然，同時都要清楚知道輻射物質嘅屬性，亦都要根據受訓時所學到嘅安全措施去處理。